白马市府会议室各式各样的中秋礼盒甲伴手礼，拢是来自台南十间新兴障碍团体所制作的。除了通过食品安全认证的严格把关，同时今年小局嘛设计台南好心意的标章，要推荐给市民。今年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设计一个很好的好标章哦，就是呢，你如果买这一个礼物的话，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为。那加上今年我们在社会区除了推出标章之外，还有包括联合行销、包装、品质提升等等，为我们广大的市民，还有全台湾哦，我们的人呢，都可以知道我们在台南所生产的身心障碍团体的一个食品呢，绝对是最棒的。其中，委托马亲自出席宣传记者会，以为所有新兴障碍团体礼盒搭上台南好心意标章，同时亲切甲因互动，卖力来行销代言，场面相当温馨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展艺烘焙庇护工厂，我们想要邀请市长试吃看看我们的手工月饼。我们是选用一整颗咸鸭蛋黄搭配低糖乌豆沙内馅所制作的蛋黄酥。谢谢市长。每年都会碰到，但是每年真的我们都有一些新的创意，而且很多产品真的是很好吃在爱心之外，我吃了我会感动之外呢，很重要是真的很好吃。所以，因为我们这种吃货，这个不怕货比货，只怕不是货。希望大家一起来买货。每一份中秋礼盒，拢是身心障碍朋友辛苦的成果，也是因自力更生、打拼生活的见证。欢迎大家小姐来预约购买，表达对亲友的祝福，同时做爱心。咱的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